什麼？11月份車管所黃牛集體下崗？因為呢，公安部呢就一紙新規了，上牌呢全程用手機操作半個小時就可以搞掂了。你以後都不用給黃牛貢獻上牌費了。以前呢個黃牛就會同你講啦，阿生啊，車管所個系統好慢啊，又要更新啊，你想唔想快啲？快啲就我幫下你啦，我識得人啦。依家呢，人哋個系統呢直接同車企嘅生產線係聯網嘅，架車都未落地呢，啲數據已經同步到個車管所嗰度噶啦。咁黃牛識得個人再犀利啊，都犀利唔過工信部個服務器啦。但講真吓，你買新車，你認為那個上牌費真的是黃牛收的嗎？很多都是賣給你那家 4S 店的銷售收了。以前呢，賣車要捆綁消費，這個上牌費，還有什麼出戶費，張口呢就要3000、5000，美其名曰一條龍，而且呢，還不是一視同仁的喎。你在廣本可能2000，保時捷可能就5000的咯喎，奔馳收你個3、4千。輝哥呢以前呢就喺廣本一店做過銷售嘅，啲銷售呢個個要收呢個上牌費都好辛苦嘅，要 TVB 視帝上身咁樣噶，要爭視帝咁嘅激情。阿陳生，我真係要派個專人去服侍你呢架車嘅，我要同你跑咧，慳翻好多麻煩嘅。你自己跑嘅話，你又要請假，朝頭早6點鐘你就要去車管所度排隊，下晝4點鐘你都未必摸到個窗口啊！如果你帶漏咗啲咩資料，你仲要走多2輪。你諗下，陳生，人生有幾個10年，你唔應該浪費時間喺上牌嗰度嘅。你話係咪啊，九姑娘？得㗎啦，丸仔，明㗎啦，上牌費喺度啊，係明㗎啦。得㗎啦，冇問題。但我靜靜嘅話俾你聽啦，其實喺嗰間店裏邊就已經有上牌嘅窗口㗎啦。如果你飲多2啖水去廁所咧，你就會見到㗎啦。邊度使俾錢排隊咁揾笨啊？不過依家咧新政咧就規定一定係免費代辦啦。咁邊個銷售仲諗住收你上牌費嘅話咧，你真係要話我知啦，我幫你唱衰佢。雖然係咁，但我都要睇翻事情嘅本質嘅。黃牛係咪真係會絕跡嘅咧？我睇咧就未必啦。依家咧而家聰明仔咧轉做數字化嘅黃牛㗎啦，例如幫啲老人家裝 APP 啦，代搶888嘅靚號啦。其實呢個世界只要有信息差，就永遠有新黃牛。只不過佢哋嘅戰場已經唔喺車管所嘅門口，而喺某書同埋某魚啫噃。